白沙屯的妈祖有一个称号“粉红超级跑车”，果然是真有魅力。讲跋杯决定今年进香的日期是国历的5月初1，啊5月初3就要行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。结果朝天宫隔壁的酒店甲附近的客栈，一开放房住问房间，半点钟就互抢定了咯。民众伫饭店的大厅排队排甲热长，抢要订房间，因为今年这摆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时间已经确定伫5月初1的深夜起驾出发，5月初3会来到北港的朝天宫。民众小在要看神桥冲庙的壮观画面，都爱量早订好房间。是，请问要预定什么时候呢？伫朝天宫附近的这间饭店，对走廊的窗门看出去，可以当直接看到庙埕的景色。为着会当安全观赏进庙的活动，民众拢提早订房间。观景窗的位置大部分都是会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，他们可能下去人潮比较多，怕拥挤，那长辈部分就会在楼上做等待。饭店内底有高级的床座甲浴缸，平常时拜6礼拜过暝是6000块，进香这3天每一暝要1万块起跳，不过也是真抢市。饭店提早下晡开放订房间，无到半点钟，房间就拢卖了啊！无订到房间的民众，转去附近的平雅客栈，20个床位，每一床平常是500块，价值600块。设备虽然较简单，是讲离进香这3天也是拢总卖了。5月2号跟3号是客满的，都是熟客，大部分。业者强调讲，有一寡民众虽然已经订房间，也毋过因为个人的原因无法度来，业者就将这床位保留落来，互订来进香的民众会当好好休困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